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月11日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这强烈大陆冷气团到地，全台湾真侪关山已经拢降到0度以下，包括着玉山的北方、嘉明湖、步道，今嘛拢咧落雪。合欢山的布料嘛有真侪人爬起哩，想要来看雪。因来气象专家是提醒讲，1月13透早，也阁有一波降温，可能会来到寒流的顶级，提醒大家千万要爱穿雨袖。汽车甲细电总起哩，一台接一台上山，一大堆警察无用在做交通管制，因为强烈冷气团发威，雾领阁落雪啊，真侪游客抢要来看。我们今天想说，小孩子第一次来看雪，不过让我们遇到了，很开心。之前积雪已经下到昆阳停车场附近，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执行挂雪链管制。游客有够痛，用雪做一只鸭，甚至有人种一米落来啊，总算是看到银白世界。另外一边有山友分享讲，登玉山的主峰步道已经积雪差不多2公分，玉山的北方对早起7点20就开始落雪，天顶看起来拢大蒙，边仔的树啊，搁结一阵冰，正因为白雪是一直在落。伫东部的嘉明湖，前一暗就出现雪一直落的景象，到早起8点，雪愈落愈大，已经变做是落大雪。目前嘉明湖的山屋已经换做一片银白，积雪2公分，真水。几点就到我们的收费站票口？差不多12点半左右，可以体验一下这个0度以下，还蛮特别。有游客半暝就对家人落南，希望会能看到宜兰太平山落雪的景象。虽然讲温度有到零下1度，不过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也是落米雪，敢若一寡树丛表面有结树挂。今日大陆冷气团持续落南，全台气温降，北部东半部上寒。气象署阁针对台中、彰化、南投、云林、金门发布黄色灯号的低温特报，各有嘉南、台北、新北、桃园、新德县市、苗栗、宜兰发布柑仔色的低温特报。是在12号深夜到13号清晨，有非常明显的辐射冷却效应。我们预计有蛮多的地方在今天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专家吴德英嘛提醒13日透早，恐惊会出现一波5度左右的极端低温，台北车站阁有高寒流标准的几率，若是要出去一定要注意保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嘉南市警察局长洪君玲是互人指控，伫咧餐会顶头咧敬酒的时阵，去揽一个查某的警查者，而且佮甲伊的面打伫咧人的喙皮。洪君玲是表示讲，伊无迄个意思，也若警政署即马已经介入调查，讲会尊重当事人的讲法，量查理清真相。拄到重大案件，最摆亲身来指挥。嘉南市警察局局长王群玲、北担任保级总队长、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长、副局长等要职，资历真丰富。警局是向女部小指控成熟了。当天气氛很热络嘛，大家都在旁边共闻共见嘛。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嘛。反正就是现在警政署在调嘛，他也告我啦，那我就坦然面对啊，接受司法调查。我也是当事人，我也不能讲什么。艺术间涉的成熟了行为，伫采办一场餐会，嘉南市警察局找下下刑事单位举办年终的餐会。王群玲特倒来敬酒，互指控对一个女警察组先是伸手甲揽着，所来面打面，互这女警感觉真无好。王群玲本人讲坦然面对，也不定清无成熟了的想法。他是一个很好亲近的局长。之前也有遇过类似的状况，那我觉得他本身没有特别的意思。我感觉是因家己人想法的问题，阮家己人解读的意思会不一样。辖区内基层同仁对着警告案件，部分是感觉意外，一直讲可能误解，也搁专案是愈拖愈大。嘉南市警察局已经向上来停报，除了嘉南市政府，军联警政署也开始来介入调查。他昨天是有跟我讲，认为是一个国际礼仪啊，但是要了解到这个当事者这个感受，会做彻查啊，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会勿忘勿重。那我们会把这个调查的事实的真相做呈现，那提供给委员会来做一个认定，是不是有没有符合这个性骚扰。警政署发声明回应，王群玲以看涉言行犯了错误，已经指派专职人员来调查，并且尊重当事人所讲的，到底是基于善意的鼓励，也是行为已经超过界线，真相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桂林一间幼儿园传出有2位教保员像是不当管教，甲囡仔拍又搁甲斩。一班26个学生当中有18个人拢受害。即马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若准确认是事实，是会重罚，而且公布相关人员甲幼儿园的名。
弄这样爬。囡仔的母语互教保员拍的行，一到幼稚园就吼甲真大声。台南真侪家长车集伫面台的陪同之下，指控规人一间幼稚园的碰气班和幼儿班两个教保员疑似不懂管教。被他打身体、打头，还有其他的小孩被用拳头打，把他摔到地板。倒在地上之后，好像还打不够，还用力再捶2下，坐在地上上课。老师也是经过，就是大力的踢他的腿。囡仔跪伫咧角，在讲迄当阵的情形，因唔拿互拍，佫互叫去其他的班罚跪。面台讲，碰七班26个学生内面都有18个人受害。另外，幼儿班虽然干那一个家长出面来指控，但是警方要调监视器的画面，影像硬碟却显示受损。送高雄原厂，我们的同仁会在现场看着这个硬碟的这个处理。顶个月，永康才传出有幼稚园不当管教，造成7个人受害。面台批评讲，亲像这种代志一直发生，大概受害家长想要看监视器的画面，都会拄到一大堆困难。这个台南市府失灵，确实已经有看到这样的行为，所以未来对于行为人的部分，我们一定从重来做处分，而且依这个规定是最高可以处到60万元，甚至另外就是不能够让他在我们的这个教保护机构再任教。已经让他停职了，没有再让他到学校来了。看到的时候也是很惊讶啦，说实在的，我们目前是全力配合各单位的调查。教育局讲会去精进调影像的流程，等外片的专家确认是事实，会严格争取，而且公布相关人员和园所的名。若是佫发现无排除减少，也是废止许可。若是园方故意甲影像毁损，嘛会依法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佫发生啥物款的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警方抓到一个包括德联邦、天道明等等由真侪黑道组起来的诈骗集团。这个集团是设3000多个假投资的网站，伫面册顶顶的平台放广告，啥人去投资。初步调查，全台湾有7000多人受害，黑心钱是赚193亿多。今嘛警方已经抓到56个人。中国时报。旧历年咧要到啊，台北市卫生局公告，对今仔日开始到1月27日，年会大家是全面禁婚，违规的人以婚害防治法上济会当罚到1万块。联合报网络社群最传出台北荣总即马当咧流行麻病门诊拢咧挂 N95的喙暗。台北荣总表示，无即件代志，也若涉案的姓柯的男性，经过士林地检署复审了后，即马是以10万块来交保。好，接落来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2005年第一礼拜才拄过呢，这流感的重症病例又搁增加43个，这也是重症个案人数上介济的一礼拜。接落来就是旧历过年啊，大家呢行春四界佚佗，恐惊阁会互这个疫情要搁较加悬。卫生单位是来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射，尤其是抵抗力较无的四大家囡仔，也可爱注射。弟弟，我刚刚量378嘛，哈。医生详细问诊，了解病人倒位咧艰苦。根据疾管署的资料，对去年10月到正月初6为止，这个流感的流行期已经有412个流感重症病例，有91个死亡，这个病例有9成以上拢是无注流感预防针的。尤其顶礼拜，佫新增加43个重症病例，疫情继续清悬，说落来都是春节假期啊。卫生单位嘛呼吁，也未注流感预防针的人，爱赶紧去注。春节期间，由于民众出国旅游，南来北往较为频繁，流感疫情传播的风险将会大幅增加。因此，卫生局提醒65岁以上的长者、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务必要及早接种疫苗。我们打疫苗后，抗体至少要2个礼拜后才会开始生产，然后可能到4到6个礼拜后才会达到一个保护力。你越早打，越早得到保护力，所以尤其我们现在要进入春节了，我希望还没打疫苗的民众赶快就去打流感疫苗。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的统计，到正月初9为止，高雄市有注流感预防针的人总共有76万人，目前也有6万剂公贵流感预防针。医生讲，注预防针虽然不是万灵丹，不过就亲像考试大生先做题目来练习同款，做落去就加一份保护，减少掉重症的几率。流感的高危险群包括年纪大的
或者是身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或甚至婴幼儿，他们的抵抗力都相对比较低。如果他们得到流感的话，很可能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问题。医生讲，最近为着流感的人真正多，民众若是有无爽快镜头，拢爱赶紧去给医生看。尤其有烧袂退、扫甲袂喘气的人，拢有可能是重症的镜头，大家千万唔通失觉察。记者柯家祖赖维做高雄报道。再来看美国加州洛杉矶郡，即马火烧山未收煞，已经有上万栋厝拢烧害去，死亡人数是增加到10个人。虽然讲即马这个风无遐透，也毋过佫出现新的火场，官方开始咧调查，敢是有人咧放火。南加州野火上较严重的太平洋帕里塞斯甲伊顿两个火场，初到暗时大火也是一直炭烧。最新的统计显示，这两个所在各有5000外座建筑物被烧了。卫星相片拢会看到，当时这两个所在高烟是一直升起来。虽然迄天圣塔安娜警方威力小可减少，协助控制好莱坞周边的落日大火，不过又出现新的火场。火点钟内底对50英亩扩大到将近1000英亩。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洛杉矶警察局已经抓到一名涉嫌放火查甫人。We are now actively engaged in a new brush fire. We're calling it the Kenneth Fire in the West Hills area of Los Angeles on the border of Ventura County. 这摆野火规模是洛杉矶史上上界严重，区县内底18万人被下令撤离家园，死亡人数也增加到2位数。太平洋帕里塞斯高级社区河体拢已经烧了。伊顿大火烧去的阿尔塔迪纳社区，民众无法度相信厝内底拢烧了啊！目屎干掉咧，伫咧找可能残存落来物件。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国内消息，宪诉法的复议案昨互那边也联手以62票对51票来通过否决。行政院是表示真遗憾，讲立法院无找倒英台来报告就先表决，接落来呢是会收集专家甲学者意见来评估后一步到底要安怎行。也那民进党团是表示讲，这宪诉法释宪的文件已经传好势，随时拢会当送出去。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立法院会彻查处理行政院提出的宪法诉讼法复议案，经过投票，伫那边立委人数优势，以62票对51票否决复议案，朝野党团成员拢无走票。如果今天对行政院所提出的宪诉法复议案，今天没有办法顺利处理完成的话，会压缩到整个总预算协商以及相关在这个会期能够顺利的三读。还是卓荣泰认为他自己是太上皇，一张选票都没有拿到，请问你有什么脸面？你有什么资格来去指责国会所三读通过的法律？民进党团伫表决前就表明，若做复议案互人否决，未来都是暂时处分加释宪的问题。即马针对宪诉法的释宪文件已经准备好啊，随时会当送出去。复议案并没有成功，我们的文件已经准备好，我们随时送出。及时送出，表决会输，但是我们要赢得社会民心，论述要赢。民进党团我们会持续的对社会发声。行政院是回应，真遗憾立法院也是无邀请倒英台说明复议案的否决，会征询学者专家意见，进行评估一步的做法。佮讲倒院长上关心的是现政的体制是不是因为修法造成现政权力失衡，也甲民众的权利是不是因为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所以无法度得到处理。对现政的发展嘛感觉真可惜。记者综合报道。旧历年都要到啊！即马代替是宣布加开24班车，其中有8班车全部拢是自由座。交通部长陈世凯昨早起呢是去到家人的七堵来视察，要求代替就要照起工，以零事故来做目标。代替伫春节国家开24班加班车，其中8班是 EMU 3000型自强号，采取全自由座列车，并且用总量管制方式卖票，维护坐车的品质。因为最近代替伫咧七堵吊车站发生吊车摆尾情形，虽然无人伤亡，也过造成列车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希望代替一定要做到零事故。我们也严肃的要求我们所有的同仁，在安全上面的 SOP 必须要全面的落实，100%落实。我们的要求叫做零事故，不是低事故。好，所以所有的动作都必须要落实，把它做好。因为大家关心的代替的票价，虽然伫春节进前未起，不过过年也要密切的讨论。
代替董事长杜比证实，昨嘛正伫咧研拟就去年方案无够的所在，增加照顾到低中长的旅客需求配套，按算上紧伫个董事会搁再提出票价方案。依据立法院的这个票价计算的公式来做测算但是票价计算里面呢，基本上呢，它有给一个合理报酬率，我们是按那个最低的合理报酬率。那如果还要再做一些调整的话，就会比那一个最低的合理报酬率再降低。代替表示，票价是依照公式来拟定，上面也是爱董事会同意了才能确定。若是通过，会提报予交通部审议。目前是也无具体时间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拢知影讲，这重型乌托邦比赛其实让真正基卡的极限运动。现主时在台湾是要无相关的设备，也毋过有一群少年人，因是为着梦想，甘愿家己装钱去学习，就是希望这项国际比赛的颁奖台也会当看到台湾人的身影。下暗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做伙来感受这项比赛迷人的所在。全副武装，油门催泪，伫个严峻的声音当中，重型机车的车手伫咧赛道向前冲。不过，伫咧台湾并无符合排气量1000cc 赛车规格的赛道，嘛无相关正式的比赛。因此，这项运动伫咧台湾一直无法度好好来发展。虽然是安尼，一定有共同兴趣的友志，也是家己出钱出力积极训练，要互台湾徛起伫国际比赛颁奖台。伫台湾啊，咱去赛车场算的成本是足悬的，报名费就1万块，练啊万几块，爱开的话无可能爱3-4万。阮某拢足支持的，阮某会甲我笑讲，你拢几岁你无爱去做，你要等几岁再去做。这是一个梦嘛，要做伙有成就感，迄是爱大家做伙来。你所入去，你行中，你莫行了伤内底嘛，莫行了伤开。车队成立到他，才先摆袂唱步，尽量甲大家分享经验。也若少年辈嘛愿意加入，因毋若要做伙实现梦想，而且要互更较侪人看到什么叫做正版的赛车极限运动。当然，你接近极限，你可能车就开始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那其实这些都是透过阿纯或者 Eric 或者一些车队的前辈，他们跟我分享，然后我慢慢吸收。所以每次下来练习，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练习，就是整个团队就是要互相沟通。所以赛车就是一个团队的运动。车队为创办的成员、选手到技师，这几年的时间，成员之间的合作是愈来愈大吧。除了去外国参加比赛，摕到好成绩，让其他的国家看到咱台湾，即嘛更较希望会当把这份公营载回来台湾。互政府、企业甲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正确来了解这项世界性的极限运动。记者综合报道。过去咱伫庙会才听会到的北管，即阵嘛开始互人放入去流行歌内底。创作歌手詹立兴当时嘛是北管乐团的主题，伊是甲北管的元素佮加入西洋乐器，互传统的音乐会当有新的出头。这位是创作歌手詹立兴，伊嘛是中华北管乐团李春元的主题。因为真喜意北管音乐的热烈声，甲唱曲的友口，7年前特别搬来中华学北管，也甲北管音乐套入伫创作内底，佮邀请客家歌手同齐合作，互传统音乐变出新梦。北管毋是干那有爽的啊，还是伫庙会遐才出现的音乐，所以我就写伫流行歌内底，啊，加阮的西洋的迄乐器，譬如讲贝斯啊、吉他、鼓啊，就得斗阵蓝做伙，啊，互大家听起来是无同款的感觉。我自己很喜欢台语也是讲客话，这两个母语的使用，然后去学习。其实讲一个文化，你想要去了解，你就是要从语言开始。因为语言就是涵盖了、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文化。詹立兴进前推出个人头一张台语专辑，甲学北管、甲生活点点滴滴拢写伫歌内底，特别伫李春元的曲管头前翕音乐录影带，佮有北管的扮仙戏，甲传统甲流行音乐做夹流。早就是古早 rock band 时期音乐，
詹立兴啊伊所做的就是甲传统的八卦甲戏做结啦。即马大部分的囡仔对即种咱台湾传统文化会做青分的，因为青分会使清趣味。郑顺聪表示，即阵有不少新一代的歌手甲乐团开始甲单八管、月琴这传统乐器加入去流行歌的创作，除了互传统音乐生出新的步数，嘛互台语歌愈来愈多元切草。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师大国际台湾学研究中心有做一个影片，配合无共外国语言的字幕来讲台语的名称甲历史，希望会当用短短影片甲清楚的小解，互外国朋友愈了解台语。这是1895年日本拄统治台湾迄阵的一本教材。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讲，台湾上侪人讲的语言，因就甲号做台湾话。用短短3分钟外影片简单介绍台语台湾话的名是安怎来的，阁是安怎台语毋是闽南语。这是台师大国际台湾学研究中心创作的短片，有做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字幕。长期以来，真侪外国人会伫咧台师大学华语，不过对台湾的其他语言却真无了解。有外国朋友就讲，有外语字幕通对照是真好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方法，不同的字幕可以给我们很多人可以看懂、听得懂。前一阵仔一直在拍拼讲，要哪互台湾人，要哪互外国人知影讲闽南语甲台语是无共款的。这个时代无少年啊，无其实伫外国年纪较大的人吼，其实伊嘛是拢有用手机啊、看影片的习惯嘛。接触到咱台湾的语言的这个部分哦，其实机会较侪。长期伫法国开台语课的老丁甲老师真肯定用影片来传播的效率，嘛认为通真做真好的教材。原来负责规划影片的学者表示，台语的议题常在因为政治、社会因素等等，互真侪简单的代志变甲真复杂。伊希望用影片建立清楚的论述，互愈侪人对无共面向了解台语。目前咧想的会做较侪，就是讲大家对台语的了解，也是态度。也是讲咱的政情，吼，大家对台语相关的政情的理解，也是讲误解，也是讲不足。学者表示，目前这个计划有打算会继续出新影片。另外，台师大国际台湾学研究中心有做英语版的学习网站，互想要学台语的外国朋友通用佚佗的方式来学习。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即马外口的温度有影是寒死死，那今日这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3度到16度，中部地区是11度到20度。南部地区11度到22度，东部地区是13度到19度，也那外岛地区8度到1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